耶和华对挪亚讲：“你甲你全家拢爱进入方舟，因为伫即个世代中，我见你伫我面前是一个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，你爱带7公7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爱带7公1母。空中的飞鸟也爱带7公7母，也当留种活伫全地上。因为搁过7天，我要落雨伫地上40日暝，甲我所做的各种的活物拢为地上除灭。”挪亚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了。当洪水泛滥伫地上的时阵，挪亚拄好600岁。挪亚就当伊的某甲后生新妇拢进入方舟，闪避洪水。洁净的畜类甲不洁净的畜类，飞鸟甲地上一切昆虫，拢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的有母的。到挪亚迄边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过了迄7天，洪水泛滥伫地上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迄一天，大烟的泉源拢裂开了，天顶的窗仔也拍开了。40暝日降大雨伫地上。当迄日，挪亚甲伊的3个后生闪、含、雅弗，并挪亚的牵手甲3个新妇拢进入方舟。因甲百兽各种鸡类，一切精生各种鸡类，爬伫地上的昆虫各种鸡类，一切金鸟各种鸡类，拢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，拢一对一对的，甲挪亚迄边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拢是有公的有母的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耶和华就甲伊关伫方舟内面。洪水泛滥伫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。甲方舟对地上飘去，水势真大，伫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伫水面上飘来飘去。水势伫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悬山拢淹没了。水势比山悬过15肘，山岭拢淹没了。凡伫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精生、走兽，甲爬伫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人拢死了。凡伫大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，拢死了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、带精生、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拢对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甲遐个，甲伊同在方舟内。水势浩大，伫地上共150天。